各位 BCT 強積金策略計劃成員，大家好。就住 BCT 強積金策略計劃過渡積金易平台，相信大家都收到由 BCT 發出嘅資訊包。等我而家用3分鐘嘅時間，將重點同大家分享當懶人包啦。首先有2個日子係大家注意翻嘅，第一個係7月3號，呢一日係 BCT 強積金策略計劃加入積金易平台嘅日子。由呢日開始，大家就可以登入翻個平台去查閱你嘅賬戶結餘，或者更改投資指示啊，更改個人資料等等。由於我哋嘅系統過渡積金易平台需要時間，咁所以第2個需要大家注意嘅日子呢，就係6月17號。喺呢一日嘅下晝4點之前，我哋仍然會接收成員基金轉換或者更改投資指示。咁但係過咗呢一個日子嘅4點鐘呢，咁大家嘅指示呢，就要等到去今年嘅7月3號起，就由積金易平台嗰度處理。提提大家，靈活自願性供款成員如果轉換、更改投資指示同埋提取嘅指示截止時間呢，就係6月13號下晝4點鐘。其他詳情大家係可以睇返至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通知書㗎。加入積金易平台有多個好處，喺度我精選2個同大家分享。第一，前一排市場波動，我哋都會見到，如果投資指示快啲執行，絕對會幫到大家。本身而家每個工作日下晝4點鐘之前收到嘅投資指示變更，會係喺下一個工作日生效。由7月3日起，將會提升為喺當日生效。第二，有成員反映過往僱主同埋僱員嘅供款部分係唔可以有唔同嘅投資策略，但係咧由7月3日之後，僱主同埋僱員嘅供款部分咧係可以選唔同嘅基金。咁喺投資策略方面，就大家可以享受到更高嘅靈活性啦。講咗咁耐，成員有啲乜嘢而家要做㗎？呢度只需要2個簡單嘅步驟。第一，積金易註冊開戶，由即日起，大家可以透過智能手機、平板電腦或者電腦完成註冊。一旦註冊咗之後，就可以喺2025年7月3日登入積金易平台，透過平台查閱帳戶資料。第二，當然要下載返我哋嘅 BCT Plus 流動應用程式啦。而家成員登入網站將會維持運作至2025年10月2日。成員可以而家下載 BCT Plus 去保存有關帳戶詳情，方便日後去核對上咗積金易平台後嘅資料。咁如果我仲有嘢想問，可以點做啊？咁就睇下你想問咩啦。如果你係問有關強積金行政程序嘅話，例如查閱賬戶資料、更改個人資料，又或者供款轉移基金、整合賬戶，又或者係轉移提取強積金累算權益等等嘅問題，你就可以聯絡返去積金易客戶服務熱線電話1832622。至於有關強積金投資嘅查詢，例如啲基金有咩分別啊，又或者想知道多啲有關 BCT 多元顧問服務同埋投資者教育等等呢，就可以聯絡返我哋 BCT 積金熱線28427878。大家注意返，呢條熱線喺今年嘅7月1號會改為22989333。如果想知更多詳情，咁有冇講座啊？梗係有啦。BCT 由5月起舉辦多場線上積金易簡介講座。如果大家想知道點樣用積金易平台，又或者點樣去用積金易流動應用程式嘅功能，咁大家就要快啲 scan 畫面上嘅 QR code 即刻登記啦。希望我哋今次準備嘅懶人包幫到大家啦〜